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创世纪28章10节到19节 A。白字圣经是第30页，其他的版本请咱家己看银幕。创世纪第28章第10节，雅各离开别是巴，往赫兰去，到一所在，因为日落，就伫遐歇眠，对遐的石头中间摕一块做枕头，伫遐困。梦见有腿徛伫地里，伫天顶有天使伫遐起落。耶和华徛伫天顶讲：“我是耶和华，你的主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也是以撒的上帝。我要将你现在所困的地赏赐予你，甲你的后裔。14节，你的后裔要亲像地上的土沙，你要对你的东西南北来发展。地上万族要因为你甲你的后裔得到福气。我也要甲你伫地，你无论去倒落，我也要保护你，也要带你到这个所在，拢无放杀你，到我正对你的所讲的。”雅各困醒讲：“耶和华真正伫遮，我竟然毋知，就惊讲：这所在到极通行，毋是别项，这是上帝的厝，这是天的门。”雅各早早起来，将伊做枕头的石挑做挑，倒油伫顶面，就名迄个所在叫伯特利。这是咱要请咱课团队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梦境甲现实。咱三个来祈祷。专业俾上帝，阮较无你的话语，求你，互阮每一个人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用你的话成做阮的帮赞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敢有做过梦？有吼。伫我细汉的时阵吼，嘛做梦过。迄个梦吼，就是其实还阁毋知要安怎做，但是咱伫国小内面拢有一个叫作文课，拢会讲你的未来的梦想是什么，还是你将来要成做啥物？然后嘛，迄个叫做一个梦。我会记得我细汉时阵可能有写过这个题目，讲我要做总统，但是呢，大汉了才知影总统干那一个，而且足歹做的。嘛有可能我有写过讲我要成做一个科学家，亲像爱因斯坦共款。但是咱知爱因斯坦毋是普通人，伊头脑非常的发达。所以我无可能甲伊共款。安尼我再去想想，啊无我来做啥啊？我甲王永庆共款，做一个好野人。但是却发现，即马却发现讲，王永庆伊将迄个市场拢甲占满，我可能无迄个机会啊。无论安怎，咱拢迷茫过，咱拢有一个梦想，想象讲咱会当做啥物个？是咱在困的时阵做的梦呢，还是咱日时咧黑白想咧做的白日梦呢？咱即马敢要阁有梦伫咱的身躯顶，敢有伫你的心中呢？赞美之泉有一条歌叫《小小的梦想》，我用华语来读：用蓝天是白云最美的故乡，大地是小草成长的地方，海洋是河流安歇的暖房，梦想是未来幸福的天堂。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，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。小小的梦想可以改变世界，带来明天的盼望。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，同心为主传扬来发光。前面的道路全然交给他，他必同在，使我们刚强。咱游玩同款会当有一个梦，但是咱是一个基督徒，咱会徛伫上帝话语内面，求上帝同在，咱才有法度将这个梦来实现。那呢，咱今仔读经文内面，雅各伊伫伊的梦境内面，伊做了这个梦，其实伫伊现实内面，其实要加两个字讲，现实的生活内面，伊其实是拄着最代志。地高伊才有这种梦，人有讲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想。但是咱来看，伫创世纪25章28章到28章中间的记载。雅各甲以扫因两个兄弟伫妈妈的腹肚内面的时阵，就安怎？就咧踮咧咧烧钱，咧钱啥物？
钱、头囝、大囝的迄个名分。所以出世的时阵，雅各较慢一点啊，但是伊掠掉以扫的后骹紧伫的。出世了后，兄弟两个渐渐大汉，爸爸较爱大兄，因为大兄会晓拍啦，会晓去做一寡野味，转来互爸爸食。妈妈较爱弟弟，因为常常伫帐房内面、伫厝内面，可能咧斗相共。也毋过，雅各伊要争的迄个大囝的名分，其实一直伊的心内一直想要治。有一天机会来啊，以扫拍拉转来，伊搁忝搁枵，伊看到雅各煮一鼎汤，伊就甲讲：我真忝啊，我腹肚嘛足枵的啊，求你将即碗汤互我啉。雅各想了后，伊就讲：安尼会当。你今仔将你迄个大囝的名分卖互我。以扫连想都无想，伊就回答讲：我即时就要死啊，要枵死啊！即个名分对我来讲有啥物路用呢？好啦，卖互你。就安尼，雅各就摕着大囝即个名分伫的。日子一天一天咧过去，伊的老爸以撒感觉家己老啊，目睭看无啊，花落落啊，想着讲家己可能嘛要死啊，所以甲伊的甲哥哥叫来，讲你去拍啦，做一寡我爱食的物来互我。爸仔囝两个人的讲话，互妈妈听见啊。妈妈爱雅各，较疼即个细囝，伊就内底有一个私心，伊就想讲安尼袂当，所以伊要想要互雅各得到对老爸遐来祝福。所以就交代雅各讲：你爱听我的话，照我的话去做。雅各其实知影，伊甲伊哥哥两个人有真大的差别。以扫伊的身躯全毛，雅各伊的皮肤幼咪咪，这是真大的无共款。若去到老爸的面前，就随时会互老爸知影。但是妈妈坚持要互雅各得到这个祝福。所以雅各也是照着妈妈的话去做。虽然以撒有怀疑，雅各那遮尔紧就去找到遐猎物去拍到会当转来，会晓做成遮尔好食的物件。嘛怀疑这个声是雅各的声，但是手却是以扫的手。嘛搁一届咧确认讲，你敢是真正是我的大汉后生以扫吗？毋过雅各，伊就承认，伊就讲白菜，讲是我是。那呢，伊得到对大囝的名分，甲大囝祝福了后，伊敢有伫即个家庭内面，伊过着亲像大囝的生活咧？其实无，因为咱看今仔，咱会当看今仔圣经的记载内面，以扫知影讲，伊失去伊应该得到的祝福了后。伊迄种真受气的情绪伫伊的心内，伊阁直接讲，伫老爸过身了后，伊要将雅各杀死，伊要将雅各杀死。所以雅各嘛，因为安尼离开厝，去到阿舅的迄边。雅各因为家己的想要治的即个欲望，掠家己最忠心，反倒转将家己甲即个家庭隔离开来，必须要行为一个危险，佮毋知未来的一个路程顶面。那呢，雅各甲咱即摆现在咱的生活有啥物相共的也无？伫咱即摆现在所生活的，咱其实嘛充满着侪的危险内面。这个危险嘛是咱每一个人有可能无注意中间，咱去造成的。比如讲，地球的暖化，愈来迄个天气的变化愈来愈无共款。最近一礼拜，咱拢知影，足烧热。气象台讲，这紫外线是这10年来上悬的。你可能出去拍10分钟，你就受伤啊！啊，个全球的经济的危机，这个危机嘛影响到咱的生活，互咱过着迄个生活会较艰苦。我伫最近一期的商业周刊看到，伊咧讲中国大陆伊经济背后。其实有侪真危险的所在，
伊举一个来讲，伫一个真送香、真善家的一个关内面，迄个关因将所有钱去起一间厝，迄间厝模仿迄个美国的国会山庄，但是起好了后，伊四周围遐建设却拢无，唯一一条要通往迄个山庄的迄个路有一条桥，迄个桥顶面佫打四字讲危险勿近。那安尼咱来看，即个经济对咱来的影响是有偌大的。佮顶礼拜英国的暴动，即个暴动内面有人调查讲参与的最是遮少年青年人。这青年人其实伊背后的家庭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，有的拢是知识分子的囡仔，但是伊佮调查有一个真奇怪的现象是，遐店面拢互人抢。互遐暴徒抢了，电视、冰箱，也是讲手机，拢人抢了，唯一刚好一种店面无人抢，迄就是册店。你卖册的店，迄个店完全拢无受到伤害。咱会使看到，伊价值观已经无共款啦。台湾即个土地，咱徛伫即个土地顶面咧生活，咱有侪诶影响，有政治、有经济、有文化伫诶。道德的价值观愈来愈无共款啊，愈来愈毋知影讲迄个界限界线伫倒位。比如讲，台北市伊最近家己办迄个学历测验，伊却无要甲政府的教育部做伙，做着互咱足怀疑，到底啥人才是真正即个国家咧领导的？啊，佮有最近的迄个多元现象的一个教科书，互咱怀疑。到底咱的政府官员到底要互咱的是啥物？咱拢模糊掉，咱拢毋知影咱的生活到底是掠啥物做标准。也佮有最近的一个调查，将遐新的一个世代的青年人，甲伊号一个名叫凯菲族，的主要是讲，因是要互人照顾，甲因要追求自由。这个族群因有一个特色，就是讲，因对所有的代志，因爱用快乐做前。因为什么代志拢是我快乐就好啊，所以安尼来讲，因的心态顶面对承担一寡责任，也是要做什么代志，因拢无要排迄个责任伫咧，所以因嘛家己的快乐建立伫别人的痛苦顶面。那呢，咱的生活敢亲像是安尼尔吗？咱敢无茫茫？其实有咧。咱爱亲像刚刚咧做即个梦的时阵，伊伫咧梦境内面，上帝甲伊应允的一句话安尼讲。刚刚只是为着家己，为着家己的需要，伊爱离开厝，去到外口的所在，伊家己离开了原本迄个真好势的所在，但是上帝悠然咧看顾伊。咱人为今仔的经文看，刚刚惊甲忝啊，惊甲忝啊。天嘛暗啊，伊只好伫遐休困。一时啊，伊就困去啊。伊做一个梦，梦到一个楼梯为地面一直通到天顶，有侪天使伫即个楼梯顶面行起行落，行来行去。伊看到耶和华徛伫即个楼梯顶，对伊讲：我是你的耶和华，我是你的祖先亚伯拉罕的上帝，我嘛是你的爸爸以撒的上帝。你即马倒的所在，我要赏赐互你，甲你后代的子孙伫咧。你的子孙一定会亲像地上遮的土沙遮尔啊多，会为四季来发展。地上的万族要因为你甲你的子孙来得到福气。上尾讲，我要甲你伫地，无论你去倒落，我要保护你，也要带你倒转来即个所在，拢无要放杀你。直到我对你正的所讲的一切事，哈个是醒起来，伊拄着伊的祖先，伊的祖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伊拄着伊老爸以撒的上帝。虽然雅各对细汉可能知影有一位神叫做耶和华，但是即个时阵，伊真实的去拄着上帝。伊心内完全来相信、来敬畏耶和华，所以安尼讲，耶和华真正伫遮，即个是上帝的厝，即个是天的门。
拿来讲，这个时刻毋是敢若是祖先的信仰尔，嘛是雅各亲身体会的一个信仰。祖先所敬拜耶和华，嘛正做耶和华所敬畏俄罗的一个耶和华。而且，耶和华上帝对雅各所讲的应允，是各一摆来对雅各讲的是因为进前捌甲亚伯拉罕甲以撒讲过。所以咱看，上帝应允伫雅各的身躯顶，那呢，咱的望呢？咱敢有要伫上帝应允内面呢？今仔日是总会、教会甲社会的主日，咱会使掀开周报第11页，也是咱内底有业一奉献地，咱会使看，咱教会甲社会，咱咧关心的是啥物？咱咧关心的有3点：第一是公义甲和平；第二是极难的救助；第三是社群的关怀甲宣教。其实，这内底上重要的是用爱甲公义来行做咱教会要入去这个社会，也是咱教会伫这个社会，咱应该爱负担的责任伫咧。那来讲，迦南教会对这个教会甲社会主日，咱有啥物回应呢？其实咱常常拢一直咧讲，咱迦南教会意向是对外是一个宣教的教会，对内是一个祈祷的教会。那来看。对外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时阵，咱所做社区的所有的事工内面，咱有双年大学，咱来照顾遐长辈来到教会来学习，互每一天、每一个课程内面，毋那是学习尔，嘛互因互相会使结连，互相伫因即个年会的时阵，因有朋友会使来相交陪。咱嘛有迦南的社福中心。为着是要照顾遐受到家庭暴力的遮个囡仔，咱来看顾保守因，互因伫上帝听内面，伫即个时间内面，伊的身心灵会使得到照顾。教会咧，教会的内部，咱有成立一个协会，咱咧做的事工有生命教育。即个生命教育，有个人讲咧做啥物？我要引用香林长老。伊捌讲过一个伊咧服侍过程内面的故事。伊讲有一日，伊要做因兜出来，伊的厝边就问伊讲：你要去倒位？伊讲：我要去教生命教育。伊讲：啊，你教迄要创啥？甲家己的囡仔顾好就好啊。过几工，新闻有伫迄个飙车族的人的囡仔去凊彩拍别个人。伊的厝边看到迄个新闻了后。就甲香林长老讲，你敢知影迄个新闻？香林长老就即个时阵甲讲，我知，所以我去教迄个生命教育的课程，就是要将即个上帝听，或者係囡仔的性命得到改变。我毋那是顾我家己的囡仔尔，我嘛爱顾别人的囡仔。假使遮个囡仔若捌听过生命教育的课程，因就会转变，因就袂去伤害别人。所以安尼来讲。咱生命教育，伊是伫大有国中，对最开始的几个班尔，到即马咱包规个年级，规个一年啊，要伫一年的时阵，拢爱来上即个生命教育的课程。去年有16班，今年有17班，这是上帝的工，这是上帝的工。伫桃园国小，咱嘛为开始到即马，拢有7个班，嘛是规个年级咱咧做。这就是宣教。有人讲宣教，就爱去到足远的所在，爱去到非洲，爱去到倒位较偏僻的所在，迄敢若讲到一部分尔，迄是宣教的一部分尔。其实咱咧做生命教育课程，都是宣教。咱嘛，这个时阵，咱伫楼顶咧敬拜俄罗上帝时，咱有恩友小组伫地下室。这恩友小组，因咱过去是伫楼骹，互因看1楼的。骑楼顶面看牧师的讲道了后，咱分一个便当互伊。但是为去年开始，咱互伊入来到咱的地下室，咱甲伊唱歌学了上帝，咱互伊看影片，来互伊分享上帝的听，然后咱再互伊一个便当。咱要照顾的，毋是干那伊肉体的需要，咱有要关顾伊的心灵。而且过这1、2年来，嘛有成功的人。安怎讲叫做成功？就是来讲，伊转去厝啊，伊嘛找到工课啊。这位兄弟，伊不时嘛转来咱的中间，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。这就是宣教。
咱嘛有环境的清洁。进入到社区，进入到咱中华路这个所在，咱甲这个社区是一份子，所以咱来关心咱的环境。咱嘛有为各位伫医疗关怀内面，去到文昌公园，去到图书馆，将上帝的听，用上帝所享受的恩典，跟大家来分享。啊，个安家食物银行伫周间，咱为着政府无法度照顾遮的人，无法度申请低收入户遮的人，咱提供食米互因。就是米、油啊，甲一寡物件罐头，对于咱开始做较单，差不多一年拢有250份咧发。咱若平均讲，一个家庭会使领3届，咱上无嘛接受过100个家庭以上。这个家庭有的妈妈已经带伊囡仔来到咱的教会去上主日学，这就是宣教。咱嘛有家庭的探访，咱嘛有儿童的青少年的夏令营，今年。夏令营，咱伫大有国中，咱伫桃园国小，咱拢总接受到有超过300多位的囡仔。今年，就变台湾因为一个呼召，因为呼召遮囡仔要决志来相信耶稣基督无，结果是差不多200多位的囡仔，因决志，因讲我要信，这就是宣教。这拢是咱的梦，咱要安怎来实现咱的梦？安尼敢有够吗？其实是无够。因为照着耶稣的大使命来讲，咱也阁是做无够野的。咱所做遮的，为着是要互人甲主做伙，互因去面对面去看着主，去见着主，互人面对面去亲身去体验着主的疼痛。这个信仰毋是你我的信仰尔，咱要互遮咱甲伊接受的人，成做因生命中迄个上重要的。咱要互伊的生命。甲主来结合，所以咱来看，咱今仔的经文15节内面，其实上帝已经应允5件代志。第一件是讲，伊一定甲咱同在，有上帝陪伴，咱袂孤单。咱所信的这个神是无所不在的神，无论咱伫倒位，伊拢甲咱伫地。第二项是有保庇。伊一定甲咱做伙，所以伊就保庇咱免受到灾害。咱所信的这位神，耶和华上帝也看顾保守咱所有的一切。第三，也领咱转来到伊所应允的所在，因为有上帝引带带领，咱袂失袂去。只是咱有时啊惊偏的时阵，上帝引带咱转来。但毋通问讲，即件代志上尾结果敢是安尼？咱应该爱问的是，即件代志敢有下伫上帝的旨意内面？第四，上帝所应允的是，伊无离开咱，伊袂放杀咱。有上帝保证，伊保证甲咱同在，伊保庇咱，所以上帝伊袂放杀咱。哪个用手段欺骗了伊的哥哥，摕到大囝的名分？用欺骗的手段得到老爸的祝福，但是上帝看到伊无骂伊，无讲你安尼做毋对。上帝反倒当是主动伊显现讲伊的应允，甲要赐福互伊的物件。这就会使互咱看到耶和华上帝是一个充满恩典的上帝。上尾一个应允是，伊要成全伊对咱所讲的一切。有上帝应允，咱对未来就毋茫伫咧。雅各伫困境内面，上帝对于即个应允的显现是可以真大的帮助伫咧。雅各因为甲上帝面对面，体会到上帝要施落伫伊身躯顶的即个恩典甲应允，而且伊伫即个时阵，伊大声来讲，来宣告讲，耶和华真正是上帝，即个所在是上帝的厝。上帝的厝其实毋是一个所在尔，是伫你我每一个人心内底迄个厝。你互邀请耶稣基督、邀请上帝来到你的内面的时阵，其实你即个所在就是上帝的厝，就是天的门。即个面对面的接触，诚做雅各一生中上价值的经验甲改变。所以伫咱的一生中间，咱爱互耶稣基督来到咱的生命内面，咱爱甲耶稣基督面对面。咱会改变咱的人生，互咱的生命重新得到快乐。咱每一天，咱拢爱甲主来见面，
咱每一工拢爱来到主的面前，来挖靠着信心，甲主同行。即礼拜有小组，咱会当为即几个问题，咱来思考。咱当时会当甲上帝面对面，是伫梦境中间呢，还是伫伊个现实生活中间呢？第二个是，你捌做过什么个梦？伊个结果是安怎？即个梦有上帝应允也无？第三，你要安怎挖靠上帝，伫你现实的这生活内面去完成即个梦？咱三个来祈祷。全能的爸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透过雅各对雅各的显现，让阮明白了解你的应允是遐尼啊大，你的恩典是遐尼啊大。感谢你，让阮徛起伫即个世界，让阮明白了解所有一切创造拢是对你遐来。无论阮的软弱，还是阮的罪。你拢已经透过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甲阮洗清。我为着安尼献上阮的感谢。嘛，求主，互阮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梦，有一个梦地的。这个梦是徛伫上帝你的应允内面，互阮为着主你的大使命，阮来行。求主看顾保守。即时，我们用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三甲来祈祷讲：愿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。你的国领导，你的旨意一正，伫地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息今仔日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